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2月7日，公司第2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首先呢，是来看今日有啥物新闻重点。最近10天，国内有60多名移工为着武汉肺炎，为了避免防疫空棚，居家检疫违规，罚单至少10万块起跳。行政长苏贞昌早起到代替随行交通单来实查铁路抢修，苏贞昌是强调工程人员的安全上重要。艋舺青石青山宫今年165周年举办3天3暝的了解，因为炮声规暝无停，互真侪民众真不满。新闻开始来关心，最近10天都有60多名移工为着武汉肺炎，为了避免防疫的空棚，高雄市卫生局加强检查防疫旅馆哦。连续抓到3名移工，因为要甲朋友开讲，也是讲腹肚枵要泡面，就行出房间。嘛抓到19例居家检疫违规的案例，这些人拢会收到至少10万块起跳的罚单。到饭店的监视器外面，会当看到一个男性的外籍移工开门出来，想要去找朋友开讲；另外，还有女性的外籍移工伫咧走廊想要泡面。随便干那出来几秒钟，说是爱罚款10万块。高雄居家检疫人数2礼拜内增加1200人，为着避免防疫空棚，高雄市是加强防疫旅馆的开闸。分析这个19例个案呢，多数的违规的情节是想要开门那跟隔壁房的有人去做一个物品上面的传递，那还有部分少数的违规的民众是跟那个隔壁房的那个邻居串门子。根据高雄市卫生局的统计，高雄市伫11月份到达防疫旅馆的违规案件总共有19件，其中10件是台湾人，9件是外籍移工，分别是菲律宾甲印尼。若是社区居家检疫的违规案件，总共是25件。卫生局会针对主案那予以这一些违规的民众，包括雇主进行相关事证的厘清。那厘清案情之后会逐一的进行裁罚。那原则上只要不出房门就是违规。那这个部分卫生局就会进行裁罚。高雄市卫生局表示，检疫期间若是身体无爽快，会当通报卫生局的防疫专线，合作送病院。若是去互查到有离开检疫场所的行为，会当依法处罚10万至100万。呼吁检疫期间的民众千万唔通甲钱袂得过。记者综合报道。为着要查获到被印尼移工接触者，疫情指挥中心嘛赶紧甲确诊者住伫同一间宿舍的47名移工即刻找找回来，嘛发现讲因50个人是客伫一间大总铺，附路间拢用同一间。医生是建议指挥中心针对所有的外籍人士，伫检疫期满之前各验一个病毒，找出无症头的感染者来减少社区传播的风险。一个30多岁印尼籍的女性移工，这个月测试检疫期满了后，因为雇主要求自费采检，才确诊新冠肺炎。疫情指挥中心针对这件代志，紧急调回要甲伊住伫咧宿舍的47个移工来采检，才互移工宿舍转来公开。台湾国际劳工协会批评讲，国内真侪移工的宿舍环境真歹，有150个人钱做伙困，而且做伙用一间便所，根本就无法度落实防疫。而且移工的检疫若是有状况，要处罚雇主是真无公平。到台湾还没到雇主家前，雇主完全不知道中介公司怎么外包，除非移工跟雇主犯法，否则那个罚不到中介的。所以其实对于中介来讲，根本没有罚则可言。国内感染症的专家嘛烦恼讲，今年4月份新加坡发生大规模移工宿舍群组感染的代志，可能嘛会伫台湾发生。建议国内核酸检验阳性CT值的标准，应该拄即马35提高敏感度到40，安尼才会当找出无症状的感染者，降低社区传播的风险。只要他有病毒，要尽量把它抓出来哦。所以我才会说，我们的 PCR 是不是要考虑把那个 CT 值从35提高到40？只要是40的，都要抓来重验，甚至要加验抗体。里面表示，部分移工可能因为语言障碍、烦恼工课，因为病情受到影响，甚至是惊讲会去互遣返等等的原因，所以唔敢汇报症状。所以嘛建议所有外籍人士，包括移工14天检疫期满进前，应该各一个采检，甚至是加验血清抗体，会当帮助了解过去感染的状况，而且找到感染源。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台东离岛的船帮拢停驶。南苏对11月27开始到达嘛已经停10天了。初7早起海面的风影总算有hạ雪，已經先開2幫的船，載物資各232名當地居民、老師、各公務人員登去南蘇。等了10天，台東來回南蘇的客輪總算閣開船啊！
一早起福光渔港的客轮码头过班了要登记人数的居民，坐2班客轮登记厝的，大家行李是大包细包，也有一寡要早登记厝的日常用品。其中也有台东休假，也有要去办公的老师甲公务员，总算等到船会当坐，大家心情真好。我回去上班了啦。他本来4天连假，结果后来就卡住回不去了。回不去哦。11天的连假。学校还可以啊，因为都有请代课老师在帮忙科务。过去台东离岛客轮航班受到风台影响停航上久14天，即便是受到强烈的东北季风影响停航，破当地单季停航上久10天的记录，影响民生需求。当地民意代表希望政府重视离岛交通不方便的问题。不管是我们的交通，不管是我们的医疗、教育这一块，甚至很多的需要，我觉得大家一起来看见兰屿的需要。台东离岛客船的船都已经超过25吨啊！伫冬天，东北季风若来，船通拢到7级，应有到3公尺悬。因为安全理由，业者向东部航务中心通报停航。也毋过业者讲，这2天风景有较细，会加开客轮甲货轮，载人甲货物到离岛。记者综合报道。行政长苏贞昌今仔早起到台铁瑞丰交东仔段，实在铁路抢修，也毋过因为天气无介好，所以目前的进度是有淡薄仔慢。苏贞昌嘛讲会使赶紧通车，虽然是真重要，也毋过工程人员的安全是愈发重要。针对台北市长郭文德讲铁路中断，这嘛显示讲北宜高铁的重要性。交通部长林佳龙是回应讲，年底得来完成综合规划评估了。台铁瑞丰到高东仔之间，因为连续落大雨所造成的边坡崩起，目前也阁继续伫咧拼当中。但是因为天气无好，影响到工作进度。行政院长苏贞昌早起嘛来现场视察作业，伊强调讲瑞丰通车真重要，毋过也是以工程人员的安全为优先的考虑。通车一定要安全，是。当然越快越好，但是安全第一。安全第一是现在施工人员的安全。因为有一些编组运用因为天灾的关系，目前车子在宜兰或花莲那边回不来，或者是全线在考量编组的运用，所以会有部分列车是全线停驶，以及部分列车是分段停驶的方式来因应。感谢工程人员拼好伫咧修理，毋过铁轨路长期影响到北部甲东部的路线。台北市长郭文泰采纳表示，这个意外嘛显示出高铁延伸宜兰的重要性，以支持加速来去北宜高铁。交通部长林佳龙回应讲，今年底得完成综合规划，也阁有相关政策的评估。那包括路线的一个就是评估所以这个部分要绕开翡翠水库的集水区，所以确实在北基的就是轨道路网的政策这个小组上面这个地方首长都支持。天气无好，土较烂，和修理的工作更较困难。台铁预计12月13透早5点开放单线双向通车。统计公路客运业者加开台北到宜兰之间的车帮，到初六暗时9点，已经有1649个车帮，所运的旅客超是38982个人。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台东捷运列车的连接器断过，台北市长郭文德伫初六去台中的时阵有答应讲，会要求申报的台北捷运工程局去台中市议会报告。台中捷运敢有可能伫12月19照常通车？台中市交通局嘛无法度回应，有议员就批评讲，市政府实在是伤过无要无紧咯。台中捷运伫11月22停驶了后，经过半个月，到今还阁伫咧调查的阶段。台北市长郭文德初六去台中的时阵表示，愿意和台北捷运的工程局长去台中市议会报告。应该我们的捷运工程局局长会来说明。其实技术问题主要还是要跟日本川崎重工来解决。解决方法确认以后，我们会再跟台中市政府联络。针对台中捷运调查的进度，台中市交通局表示，还阁伫咧查是倒一个所在出问题，才会当确认是台北捷运、川崎重工业或者是美国连接器的制造商爱负责。也若台中捷运19敢会当如期正式通车，台中市交通局讲也无确定。材料制造、安装，那必须要去审视，必须要先等检测报告出来，那比较好去谈论说后面这个相关的这个是否安全，以及是否能够在什么时间点通车。也若台中市议员是批评讲，台中市政府处理台中捷运的代志无够积极。这个时程表要拉出来，太散漫了啦，就是台中市交通局也不够积极，
第二个就推责任，就把事情都推给北捷哈。那第三个就是我觉得台北市政府也用这个事情在作秀嘛。议员表示，台北捷运工程局若要去台中市议会说明，希望会当针对这个事件的调查、甲后手的处理，还有时间表明确来说明，才会当让台中市民安心。记者综合报道。放假的青山宫今年165周年，嘛举办3天3暝的绕境。虽然地方上是真热闹，也毋过因为炮火声规暝拢无停，或者侪民众是真不满。这几天，台北市政府1999专线电话是接袂离。台北市长郭文地面册嘛有真侪人的怨叹，郭文地是讲会来做检讨。放假的青山宫西境活动，顶头到倒位炮火声就到倒位。今年是建宫的165年，庙方就扩大举办，各大公庙嘛做伙来参加，连总统府的文策人嘛亲身去参拜，而且佮呼叫，这落来煞互附近的民众是真怨叹讲，规暝放炮火声，佮有规头壳的粪扫，初市一透早，佮有一个徛家发生火灾，怀疑是因为放炮火造成的。往年大概是3点到6点多就结束了，今年不晓得是怎么回事啊。就到了早上7点还在放鞭炮。3天3暝西境，信徒是真欢喜，煞互附近的民众是真艰苦。台北市政府1999接到青山宫西境活动的检举案件，初4到初6，测验的检举是268件，塞车交通违规，放炮啊到半暝啊，空污的件数是317件。初7半暝啊到透早9点，测验的检举是有234件，塞车交通违规嘛有191件。1999的专线是差一点啊应付袂来，活动的民众也嘛有真侪抗议的文章，包括台北市长郭文地的面册。事实上，昨天晚上1999就被万华地区的民众打爆了甚至包括我的脸书，你知道吗？昨天晚上最热门的都是很吵啊，他们会召集这些公庙的负责人还有那个里长区长，甚至地方的一些协会来讨论这个问题。郭文地表示讲，伫宗教民俗、佮有环保、科技、法律有冲突的时阵，是要安怎处理？这就是问题。像北家长要安怎挂喙暗，这嘛爱讨论。也是敢要开发，郭文地认为讲，活动已经结束啊，会检讨未来要安怎做。记者综合报道。这几年，美国为互咱真侪先进的武器，空军嘛按算讲不甲现在 F-16战机来升级，也毋过今仔日反映有立委质疑讲动作实在是伤过慢，而且预算一直追加哦。国防部副部长张德平是强调讲，目前的预算拢伫范围内底，进度会加强。负责汉翔公司，过来会以1个月3台的速度来交机，伫2023年之前会全部完成。空军以大号航电专栏，执行咱国现有141台 F-16AV 战机，升级正做 F-16V 战机。美国方面一开始的报价是53亿美金，但因为预算无够，升变新台票1100亿。美国追加2遍预算，总共新台票300多亿。所以，互外界批评，这个专案是无底空。国防部副部长张德平伫初7点立法院澄清讲，预算拢伫咧范围内，并无无限制增加。到现在总共台币是1402亿，其实都还在53亿美金的涵盖范围里面，所以并没有像人家所说的，是无限制的去增加。有立委质疑要伫咧2023年之前完成嘅 F-16升级进度落后。而且每年拢一直向下修正交机的数量，军方要安怎应用？空军讲，今年目标是升级22台，打算伫咧年底会当达到目标。要若是落后的数量，会赶伫咧80几年补照，会5交机。110年35架，35架，111年35架，然后112，这一年要32架。汉翔，我们共同检讨，未来是以每个月交机3架。的这个能量。对进前 AIT 处长李英杰讲，明年还有52亿美金的对台军售。国防部澄清讲，无过规划新的军购案，也毋过讲，还有2项军购案等待知会国会。国民党这边立委江启臣关心军购内容，并且质疑国防部有秘密交易，包含了所谓的还有2项，还没有知会国会，预计大概明年那多少亿左右，那个多少亿？那个我的印象概率是8亿吧。另外有媒体报道，
海军明年要推动六代立法院蓝莓性能提升案，张立平回应，甲事实无符合，专案还阁伫咧规划阶段，而且预算也未变。记者综合报道。总统蔡英文今仔早起接见澳洲驻台代表，最近因为中国不满澳洲要求国际社会调查疫情的源头，所以采取报复行动。中国连续几个月限制澳洲进口的产品哦，中国甲澳洲目前的关系正恶化。总统蔡英文是强调讲，台湾是澳洲的好兄弟，嘛表达咱的支持。澳洲是台湾强而有力的支持者。我必须说，回顾过去这段疫情期间两国的合作，澳洲是台湾的好朋友、好兄弟。那当澳洲面对极大压力的时候，台湾也会尽我们所能给予温暖跟支持。那我们也非常期待台澳之间能够洽签经济合作协定，持续的加深双方的伙伴关系。中国针对澳洲葡萄酒限制进口，蔡英文总统今仔是大学了澳洲的葡萄酒伫国际上是真出名。蔡总统表示，澳洲是咱台湾第4大的贸易国，两国的贸易额有200亿的澳币，所以澳洲驻台代表后个月特别努力咯。蔡总统嘛表达感谢，嘛希望讲两国未来使签订经济合作协议。再来看针对美国猪肉进口的争议，立法院经济委员会今仔审查讨论开放有莱克多巴胺的猪肉、牛肉行政命令。民进党团利用人数的优势表决要甲这个案直接送到行政院会。也毋过国民党团是批评讲这是违法的表决，讲明仔载院长调集调解协商，因会提出反制的行动。南亚立委表达心中的不满，因为经济委员会7次连续审查，明定猪肉、牛肉伫咧外国会当使用莱克多巴胺的行政命令。国民党团认为讲，这等于是宣布有300种的猪肉甲牛肉会当合法输入台湾，要求委员会爱严格审查。不过，民进党团利用人数的优势，先提案停止讨论，表决通过，引起南亚立委的不满，全拢总去主席台抗议。通过，过程当中，主席台麦克还阁互拆落来。不过，民进党的调委赖良穗持续针对专案，敢是要全数保留，上议会讨论持续表决。也拿绿营伫咧人数的优势之下顺利通过。会议约10点半就结束。河南也批评讲是1分钟的委员会，不敢为自己的政策辩护，也不让在野党有发言的机会，行政机关也不敢做回应。推动这样的政策负责任吗？国民党整个议事程序不懂，那今天所做的事情都是为明天要朝野协商，为国民党要的部分有关于有个查照案改审查的部分做程序性的处理。南亚批评讲，这是违法表决，明仔载初八由院长调集的调解协商会进行反制。绿营是强调讲会赶在年底进行完成审查。我们尊重经济委员会及所有联席会议今天的会议的这样的一个决议，那我们尊重这样的一个结果。因为政府伫明年1月7日就要开放进口有300种的猪肉，引起敢是为着要甲美国贸易合作交换的条件。不过，美国总统当选人拜登顶日来表示，最近未甲任何的国家签双边的贸易协定，佫引起讨论。这个是整个台湾在参与所有的国际组织里面的一个障碍的解除，不代表这一个莱克多巴明年1月1号的这样的一个猪肉开放是来换取任何所谓的相关的这样的一个议题或协定。针对进口有核污染食品的代志，大家中嘛强调讲，未来不管是什么款的情形，绝对袂有任何輻射的食品入来台湾。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咱来看美国武汉肺炎疫情是愈传愈严重，初六断疫的人数有超过10.1万个人。总统川普的律师朱利安尼嘛扬出去为着病毒断疫，加州的州长嘛宣布讲要来实施居家令。伫德州有一个医生连续上班超过260天伊嘛呼吁民众爱自我保护，来减少医疗人员的负担。美国总统川普的律师朱利安尼新冠病毒验出来是阳性，目前已经带入去乔治城大学的医学中心做治疗。朱利安尼后生伫推特顶管表示，因爸爸目前伫收养当中，有好好甲伊照顾，目前状况也袂歹，感谢亲戚朋友的关心。也若总统川普嘛铺文，希望朱利安尼早日复原。76岁朱利安尼是属于高风险的族群，嘛是川普核心圈内底上新一个确诊的人。
美国的感恩节才过一礼拜尔，疫情拖开的效应已经开始出现。根据美国数据库新冠病毒追踪计划的统计，全美国伫咧初六住院的人数超过10.1万人。洛杉矶迄天通报过一日新增加的确诊人数嘛超过1万例，嘛是从疫情发生以来头一届超过1万例。加州嘛因为南加州、圣约金谷地两个所在加护病房，敢若剩无甲15%的病床通好用。所以，初六开始实施部分地区居家令3礼拜，差不多有3300万的居民受到影响。When the region is placed in the stay-at-home category, the bars, wineries, personal services, hair salons, and the like will be temporarily closed for that 3-week period. 美国疫情到今还未转好，伫德州病院做工课的医生华龙，感恩节迄天安慰老阿伯画面，去互发新社的记者翕落来了后，嘛互大家开始注意到真侪医护人员，因为疫情无暝无日，已经真忝颓。也那华龙伊家己已经连续做工课超过260天，因为大家规分司拢全副武装，面清彩拢看袂到。伊甲几下医护人员，甲家己的相片挂伫个分丝顶，方便患者来辨识。华龙嘛讲，大家拢已经伤忝啊，医疗体系已经强要记载袂掉，请民众家己都要防疫做好，互医护人员喘一口气。美国总统当选人拜登提名加州检察长巴塞拉做卫生部长，虽然伊的专长是刑事司法，不过过去嘛真注重医疗保健的议题，包括保护人讲后继健保的评价医疗法，莫去互共和党的司法部长废除。提名若通过，巴塞拉上任了后的任务恐惊是无简单，爱伫咧这个真艰难的时阵，带领团队对抗疫情。公视新闻黄文玲编译。再来看英国伫初八特别开始，互民众做武汉肺炎的预防针。目前头一批疫苗已经送到病院，因为民调显示讲有一寡民众对疫苗安全性有疑虑，所以已经90岁女王会先来做。另外，最近疫情嘛正严重的印尼，初六嘛收到中国送来头一批120万剂疫苗。伫咧英国公益体系国民健保服务 NHS 接头路的资深药师科夫兰，看到疫苗送来病院，互伊真期待。It's just incredible, actually. Obviously, I can't hold them in my hands because they are -70 degrees. The hospital is just going through the final checks to be able to implement the vaccination program for our high priority groups. 第一批疫苗已经送去各大病院，因必须保存伫咧摄氏零下70度的环境，包装外口有打极低温的建议。工作人员搬的时阵，也是要摕拢爱挂嘴啊、面罩，还有手套。英国领先全球，优先批准使用美国辉瑞甲德国 BNT 合作研发的新冠病毒疫苗，针对80岁以上的老大人，第一线医护、长照机构助面，还有员工等等的高危险族群优先来做。民调显示，有部分民众对疫苗安全有疑虑，主要是因为研发无到1年时间就得到紧急批准。根据英国媒体报道，94岁女王伊丽莎白2世甲99岁亲王菲利普符合优先注射的条件，会伫咧注射了后公开向民众宣布，通好做带头的人。即只再度中国来疫苗初六到印尼雅加达，目前因正咧替大规模的注射计划伫咧准备当中。Saya ingin menyampaikan satu kabar baik bahwa hari ini pemerintah sudah menerima 1,2 juta dosis vaksin COVID-19. 佐科威表示，过去几个月以来，官方伫咧全国各地继续部署模拟，确定会当开始注射，就会当做。明年1月初，还佫会收到拄科兴来的180万剂疫苗。印尼最近几礼拜，大港的确诊人数抢关，全国致病总数超过57.5万，已经有1.7万人破病死去。公视新闻黄文玲编辑。印度南部最近有真侪人生一种怪病，嘛已经造成一个人死亡，将近300人住病院。病人的头皮想要靠有这种的症头哦，所以当局嘛要调查到底是什么原因。印度南部安德拉省艾鲁鲁丁出现不明的病，根据印度时报的报道，至少有1个人死亡，而且超300个人治病住院。根据了解，第一件病例出现伫咧初五。当地医师表示，患者是少年的甲老大人拢有，出现的症状包括眩、冰白、想要吐、头壳痛，还有若像痒眩的症头，但是唔知影原因。ఆ సింప్టమ్స్ వచ్చిన తర్వాత కొంతమంది అయితే తిరిగి హాస్పిటల్లోకి వచ్చి కొద్దిపాటి ట్రీట్మెంట్ తీసుకున్న తర్వాత మళ్ళీ తిరిగి నార్మల్గా అవుతున్నటువంటి వాళ్ళు కూడా ఉన్నారు. 路透社引用当地媒体报道，所有患者血液检体拢送去实验室检查，但是目前拢无验出病毒。所有患者新冠病毒检测嘛拢是阴性。政府会去病情流行的区域，对患者进行家庭访问的调查。36,000 cases on single day. So
pandemic is shrinking, but it is very slowly. So still we have the large number of active cases. 印度是全世界第2大确诊国，新冠疫情有小可转好，已经连续8天新增加确诊数量伫咧4万例以下，初六新增加3万2000多例。官方表示，有感染中的病例数量已经明显降低到超40万例，是138天以来上低。公司新闻林浩如编译。世界有真侪国家拢拍拼发展5G哦，也毋过伫法国却出现两派的声音。支持发展5G的支持者是认为5G的速度紧哦，对发展科技会有帮助。也毋过反对的人是真烦恼，讲5G会用掉愈较侪能源，产生愈较侪粪扫，影响到环境。上网络的速度更较紧，工作嘛更较有效率，算游戏嘛会当更较顺。法国最近正式进入5G的时代，11月18开始，巴黎等等高座城市开始5G的服务。5G is really just going to be doing the things we do today a little bit better. So what you can do on 4G and what you can do on Wi-Fi will get better because you'll have slightly faster speeds, a lot more capacity. So when there's lots of people and it's difficult to use data, that situation will improve. 法国的5G建设也伫咧刚开始的阶段，全法国5G的天线设无到500基，也毋过业者期待对覆盖性提悬、5G 传输紧、NTG 特性，会当加速自驾车、远距离医疗。希冀是经应用等等的科技发展，但是毋是所有人拢真乐观看待。除了原本的运输问题，环保团体嘛认为讲5G 会用更较侪能源，产生袂当回收的电子废弃物，对环境造成更较侪破坏。另外，5G 的电磁波对人体有偌侪影响，也个唔知影。On pourrait demander l'interdiction de la 5G. On ne demande simplement qu'un débat public et une étude d'impact pour objectiver, avoir des informations sur l'impact sanitaire, l'impact énergétique. 虽望世界卫生组织进前指出，电磁波甲疾病无因果关系，啊，毋过环保人士认为讲，需要更较侪证据，才会当互民众安心。实际上，毋但环保团体，法国嘛有真侪个民选官员呼吁暂停使用5G，阁有阴谋论的人士挑故意破坏5G的设备。高达已经发生50件5G 天线放火案件，政府会透过更较侪方式来沟通，才会当缓解疑虑。记者综合报道。咱来看香港有民间团体举办反送中的展览，也毋过找日透早煞互人牵鸡卵。警方表示已经接到报案，目前嘛看附近的监视器，嘛呼吁民众爱理性来看待。这个铁门顶悬有放用鸡卵牵过了后的痕迹，正墙边还佫有挂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的牌仔。这个场地当伫咧做反送中的展览，即嘛所去有不明的人士挑工破坏。因为目前来说还不知道是谁做的，或者什么人做，或者他的目的是什么，所以我们现在还是首先注意安全。这个放牵鸡卵的案件发生伫咧初六早起，香港边城青年伫咧台南新学院古道书馆举办香港反送中的展览，为9月中开始，展览到12月19。因为是较敏感的议题，嘛引起警方的关心。代志发生了后，警方除了做调查，嘛加强展览场地附近的巡逻，避免佫出现这种无理智的行为。目前正积极侦办中，并逐一过滤现场来往的人车，会持续追查到底。警方表示，目前调监视器的画面了后，已经锁定一个可疑的骑乌多摆的人，即嘛当用车牌号码伫咧找人。警方呼吁民众，这款牵鸡卵的行为。可能会涉嫌触犯毁损罪、公然侮辱，也有恐吓罪，相当会当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民众应该爱理性来看待相关的活动。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伫台中的德基水库的保利总队，有一位姓张的小队长，伫这个月初5上班的时阵，有一只虎头蜂停伫伊耳仔顶头，伊唔敢叮当，也毋过最后嘛是互虎头蜂夹一块肉。专家表示这应该是一种体型上大只的中华大虎头蜂。这种蜂因为会用肉油来饲后代，所以常常会去夹人的耳仔。体型真大的虎头蜂，就安尼停伫张小队长的耳仔顶悬，久久拢无飞走。张小队长烦恼会好定，唔敢下手，也是甲拍。不过虎头蜂煞甲伊耳仔顶悬的一块肉夹落来，互伊老血老底。我怕他打下去，他就直接蛰下去，那很危险。等他咬到差不多了，自动飞走，我才把它打下来。张小队长这个月初5伫台中大甲溪发电厂德基分厂当值的时，雄雄耳孔边汪汪叫，发现是虎头蜂，毋但互惊到，阁互夹一喙。伊伫啉到虎头蜂要飞走时阵，才甲伊拍死。
通拖系专家表示，会甲人加的是体型上大的中华大虎头蜂，身长会当大到6公分，会甲人加意思是想要找者转去饲幼虫。其实它咬人，它只是想说要取肉。好，在大自然界中，它其实会取这个毛毛虫那类的肉回去给巢里面的幼虫吃。专家指出，目前台湾有8种虎头蜂，因为有甲动物也是通拖的肉夹做糜，早转去芳收饲后一代的习性，才会出现咬人的情形。这几年因为无风太过紧，搁再加上气候烧热，虽然已经是12月，虎头蜂犹原是真活骨，而且族群是渐渐扩大。以中华大虎头蜂来讲，伊的针会当顶足一摆，毒性嘛真强。若是拄到，应该避免搅了，也是上大的动作，才袂去互攻击。记者综合报道。台湾股市顶礼拜已经冲到晚4点，今仔一开盘嘛起码100点，盘中上悬是14306点。金管会主委黄天武是表示，台湾股市表现了好，除了资金面基本面嘛是真好。另外为着要配合政府来打炒房，金管会嘛宣布讲会选10间银行来专案精检，上紧这个月就会开始，明年的3月会完成第一波的计划。延续顶礼拜起的局势，台北股市初次搁创新高，在联电、台积电的带动之下，开盘无偌久就起码100点，一路冲到14306.87点，搁创盘中新高的纪录。其中台积电以585块创新的绩效，联电嘛做回起，搁要超过8%。面对台股徛起的万事，金管会主委黄天武在立法院表示，台股有资金面甲基本面两大支持的因素。11月份外资汇入是58.88亿。那整个今年累计外资汇入是2040亿，所以我想，当然，外资是一个因素，但是资金面跟基本面应该是，都有相当的因素。黄天武表示，到11月份到12月初四为止，外资买超台股新台票1156亿，外资伫台北股市持股的比重是达到44%外，交易量达到要3成，所以投资人伫任何阶段都要注意风险。另外，配合政府打击炒房，金管会嘛宣布会经10间银行来进行不动产的专案金检。除了专案金检，一般金检还有超磅放钱等等的控管以外，无排除讲会有后一波的措施。打炒房的部分，金管会有没有具体的行动？预估期间多久？到第一季，明年第一季，明年3月底。除了这10家专案精检之外，一般业务检查也会纳入不动产的这个检查。为了要考量到力道拿捏恰到好处，而有可能最后蜻蜓点水收场，会不会？我们风险管理是没有什么，就是必须看他做得好不好，那是以事实来论证，不会蜻蜓点水。黄天武强调，讲这波专案金检未影响到一般民众买厝的贷款，是针对移除贷款、破建用、车花主体甲投资客，是对银行的授信风险的角度来了解银行贷款敢是有控管的风险。另外，伫咧进行一般银行业务检查的时阵，卖加强不动产的授信风险监视，若是有重大缺失，绝对会处理。记者综合报道。为伫中立工业区的联合幼儿园的园长跟老师，带着囡仔压水起了粪扫，利用环保公园，把甲课程甲环保公园来结合，希望有小朋友自细汉就有环境保护的观念哦。咱来看这间真有心的幼儿园。鸟窝，它在树枝中间。你们在干嘛？捡垃圾。我已经找到2次玻璃了。妈妈说哪里？带囡仔压花捡粪扫，伫中立工业区的联合幼儿园，利用学校边的环保公园，教囡仔熟悉帮助净化空气品质的食物，观察食物伫1年4季的变化。1个礼拜我们可能会去个1次或2次，就是那个拿夹子啊去捡垃圾。其实小朋友回家也会跟爸爸妈妈分享说，我们在环保公园有做什么事。在都市丛林里面，我们希望能够营造环保的一些更好的一个基础。甲树仔做朋友，伫公园内面画图、耍游戏，联合幼儿园甲课程甲环保公园结合，除了生态导览、叶仔堆肥，也有叶仔压印画甲食物拟等活动，启发囡仔对环境保护的观念。连续2年摕到环保署净化区领用单位的奖，今年摕到特优奖。我们的空气中 PM2.5 的浓度目前也已经降到14.1个微克，低于全国的平均浓度。
除了伫桃园规划31个有特色的空品净化区，也透过食物自动净化功能，改善空气品质，也互民众加一个休闲的所在。环保署讲，也甲工业大厂等减量，连续及时监测、加严排放标准，推动污染减量，也个管制的效果拢真好。连续11年，互环保署评定是特优。记者综合报道。南投分林的粪扫无地势，有立委是建议讲，焚化炉应该交予中央统一来调度。也毋过，环保署长张祖健是表示，环保署虽然会使统一来调度，也毋过嘛是爱尊重地方民意机关的意见。目前尽量拢是私底下来协调。环保署嘛认为讲，其实目前粪扫上大的问题是管理的问题。顶个月南投县草屯镇粪扫场发生火警。创备是一个南投市民间乡，也个台中市的雾峰拢避得到。分林县的仑背乡风景粪扫场，更加是4个月发生5变火警。无焚化炉的县市，粪扫的气化真困难。也若是有焚化炉的县市，家己拢顾袂赴啊，无法度帮助别人。有立委建议，焚化炉应该爱收归国有，由中央统一调度。只要选4个炉子就好了，可不可以由你来做中央来做管理，收归国有的概念？可以想办法去给适当的帮忙。是这个我们在检讨当中，不是说收归我们，而是说我们可以给更大的力量帮忙，然后帮助他有更大的调度的能力。环保署讲，目前伫全国有24座焚化炉，去年处理量差不多653万吨。其中，生活粪扫占74%，需要废弃物占26%。会当协助无焚化炉的8个县市，粪扫的气化35.4万吨。强调目前焚化炉公有公营的5座，公有民营的16座，纯民营的是3座。不过，一寡焚化炉因为老旧，处理的量能减少，强调会当协作的已经协作啊。强调焚化炉依法环保署是当统一调度。目前这个那村台北市、高雄市也各有各的能力。焚化炉这个当然法规是写我们可以统一来调度，不过因为地方民意机关的意见等等，所以并没有说如我们所预想的说需要就可以来调度。私下的协调，我们能够协助的县市其实都已经来协助这个垃圾的处理。环保署长张祖健强调。焚化炉停建是因为后期伫咧推动资源回收的减量效果真好，佮加上焚化炉会当收的粪扫量无多，才会检讨卖起遮尔侪间。目前会当支援收粪扫的县市，也并不是要向产生粪扫的县市收钱，是因为粪扫处理了有底坡的问题。因讲，若是收了的这寡底坡，各县市会当家己运登去处理，其实因是愿意斗3工。环保署也私底下协调，希望会当解决粪扫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一个好消息哦！台北市立动物园的小食野兽已经找到了，这只小红失踪超过3个月。昨下晡是伫动物园往深溪3-4公里远的所在，互发现有一只马温度上过低偏灰的状况哦，也毋过并无要紧。动物园是表示会经过1个月检疫，才会予伊返去动物园。别动，来，用面巾包咧。保育人员甲食遐兽摸入去笼仔内，伊就是9月初1，带因囝逃走出去动物园的蓝比小食遐兽小红。初人下晡1点，动物园接到民众通报讲，伫咧深山附近的山顶发现食遐兽，而且佫翕相互因辨识。动物园这边确认是因迄只食遐兽了后，出动36个人去山顶敲找，伫咧3点外的时阵找到小红。就从那个位置点，在放射性的往外围去寻找。非常幸运的，在一棵大树的基部，就发现有一只小食蚁兽，毛巾包住了这只小食蚁兽之后，就把它放到小搬运箱笼里面，再用人力把它扛下来。因为发现小红的所在，都要行40分钟才会到位。保育人员真无简单，才把小红送回去动物园。兽医师检查了后，发现小红的体重比走出去进前还佫减1公斤。简单甲清洁了后，甲伊吊大重，保持温度，而且伊即马佫会当食用果子，还佫有菜色加的物件。他身体是有失温的状况，那当然体力没有非常的好。那再来呢，验过血样检查之后，发现他有贫血。我们大概兽医同仁优先处理的就是能够帮他把身体做保温的动作，因为是员外进来
重新回到园内，所以以检疫来讲，至少要预计是1个月的时间，确认他没有任何传染性疫病的风险。因为小红的查某囝红豆啊，已经断定会当独立生活，因为安尼未来还阁爱看因互相的适应性，因无一定都爱住做伙。另外，顶个月22走无去的石虎飞飞，目前也未找到。动物园也希望民众会当多注意，若发现石虎的行踪，会当通报给动物园。记者综合报道。台中和平附近的部落，因为少年人拢出外去讨炭，村老人佮囡仔，市政府就伫部落设文化健康站，毋但提供医疗服务，嘛会请老师带老大人来做手工叮当筋骨，佮有大学生逐个月拢会去部落帮囡仔上课。台中的和平区市府设22个文化健康站，就亲像市区的社区关怀站，照顾有岁老大人。也到高窑部落这一带，会当看到侪长辈亲手做的艺术品。原来文化健康站除了提供医疗服务，也带时代来叮当筋骨，让身体愈来愈勇健。都在家里都没有了这个文健站以后，我们都很开心、很开朗，就很像健康起来、美起来了，很美了。我们现在妇女越来越多来我们这边的，做个健康操啦。然后大家来学习我们的语言啊、唱歌等等这样。看囡仔兄、囡仔姐欢喜咧耍家规，因为政府有咧设大学社会责任实践计划，逢甲大学的学生就趁休假走来部落，到照顾囡仔、替因上课，陪伴因佚佗。家长其实也希望可以分摊他们的家庭照顾，所以我们就决定从生命的那个所谓的陪伴，所以我们教导的都是行为，或者让他自己产生信心。目前高窑部落多数是泰雅族，小小的部落就有170位以上的老大人，老岁仔人口是比囡仔佫较侪，加上部落佫欠设备和骹手，长照的推动是真困难。因安尼，政府这个计划其实也是帮助长照功能变佫较周至。记者综合报道。一般的果菜市场拍卖拢是透早4点就开始，农民就爱半暝啊就去市场。也毋过即马屏东的九如市场改做暗时7点才开始，好真侪农民会使较轻松哦，销路嘛是袂歹。一箱一箱水佮青的果菜直直载入来，现场是真加野。这是屏东县的九如果菜批发市场，是全台头一个伫暗时7点开放的集会拍卖市场。现在就这个时辰的时候我们就正常的来，然后回去可以好好的休息这样子。市场的人比较多，那个摊贩也比较多，这样对我们比较好啊。因为九如市场甲大部分的拍卖市场同款，拢是伫咧透早4点的时阵开市，农民拢是前一天采收整理果菜，半暝2、3点才搁再去市场卖，实在是袂堪折。而且现代人的生活嘛变甲无遐尼早起床，去市场买果菜，地区交易量愈来愈低，所以九如市场就决定要改伫暗时7点开市。农民的第2代他们也不愿意这样子，很多的承销商他们也不愿意这样子，因为这个时间符合大家的作息，事实上反而把那个整个的货量有拉提起来。九如市场改做7点开市了后，去引得一个在地甲外地的农民来遮做买卖，若是毋免搁半暝半赶市场，通可提升因的生活甲做事的品质，嘛会当甲透早采收的上好上青的果菜，中间就再来卖，而且来买果菜的中盘贩仔嘛有增加，带动成交量对咧成长，实在是1减2个，忙啦减洗裤。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婚姻的顾客，有一个果子农张克心，今年摕到全国花莲果评价800组的冠军哦。伊本地是军人，退伍了后开始种花莲果哦，佮专工去读册，请教专家，伊是真拍拼，总算是种出好成绩。一片一片当咧切的花莲果，看起来是真好食款。这是婚林果客农民张克心栽种的，今年伫全国花莲果的评鉴当中，摕到800组的冠军。食的口感都拢甲人无同。这一次双色去比赛，它甜度是21.3，算很甜的。然后双色是切开的话，是里面是白色，
外围是红色，就吃起来口感很爽口，很脆。张克心真用心来对待伊种的物件，所以对伊来讲，种出安全无毒的花莲果是介重要的代志。伊坚持无要使用除草剂、有农药，用上天然的方式来种果子。另外，伊逐当也拢甲果子摕去送验，确保这个品质是1:1。除草剂嘛，对不对？就草就自然生长，然后它可以保湿，可以保护微生物，还有保护土壤，缓冲雨水的冲刷。所以大部分的产的果都栽培比较多，所以你一定要重视它的品质，还有安全，安全是最重要，安全好吃。伊本地是军人，听讲了后决定来种果子，一开始啥物拢袂晓，就开始上课，请教专业的人员，一步一脚印拼到今仔日的成绩。伊嘛真谦虚的讲，这个成绩是大家做伙打拼的。刚开始也是什么都不懂了，然后还是要不断的去学习，不断去上课，还要跟我们红龙果博士，就江一鲁江博士请教，跟农事所的那些前辈请教，之后慢慢渐入佳境。大家一起讨论，然后才有现在的成绩这样。张克新表示，摕到冠军的相识花莲果，因为上抢市已经卖完啦。后一批的花莲果目前也搁伫树仔顶，想买批芳的朋友，就搁爱耐心等待。记者综合报道。嘉义的中正大学为着要让大家了解民雄的在地历史，推出中国大学路登记的计划。最近嘛，长的举办七个工作坊，让学生学做事来了解在地产业，嘛要让大家知影哦，民雄唔那往来介出名，阁有济农产品。瓜条啊、樟草啊，中正大学的学生一透早就来到民雄乡西昌社区，暗算用几工的时间了解米的生产过程，顺续体验做事人的辛苦。蛮常看到收割啊或什么，但你就不会想说那之后要做什么，然后那个稻杆有什么用这样。知道你吃的是什么东西，不是只是米，就是还有背后就是一些人的故事。这个工作坊除了有国内读册的学生，嘛去因毕业的校友各等来参加。因表示，当初无机会了解这个所在，要趁这摆的机会，登高认捌民雄。因为我住在民雄，但是我对民雄的了解，我觉得还不如我去其他乡镇认识的多，对啊，所以我就有这样的机会，我就会报名参加这样。中正大学的教授表示，为读起来的学生可能对农村甲农民的距离有淡薄仔远，希望透过这个计划，让学生甲社区会用互相愈来愈了解。同学们从都市来，带了一些所谓的物质文化哈，可能会对于一些农民来说哈，不是那么的友善。但是经过一些接触之后呢，开始对农民的文化农业文化有些认识，跟农民的亲切有一些体认之后呢，开始关系会越拉越近。农村不是只有生产，农村其实它有很深远的文化跟它的环境的维护的一种意义。参加的学生表示，过去感觉米只是一项商品，唔捌想过为产地到稻顶这段过程当中有偌济付出甲美感。透过这摆的活动，伊嘛通了解学校以外的环境甲产业。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带观众朋友来看白色恐怖的受难者蔡坤林，伊今年已经90岁，伊是第一批伫白色恐怖时期被送去离岛的政治犯。公司台记台要带观众朋友来看蔡坤林先生的故事。我就是安尼啦，我敢若这张历历倒到这张相，像这张的是应该是21岁啊，22岁时。抄到这张家己20桶货，也阁有含伫咧绿岛的男友蔡炳宏、杨俊良的相片。蔡坤林伫咧1930年出世，台中清水人。伫咧1950年伫清水镇公所做事务员，因为被政府指控参加读册会，被判10年有期徒。1951年，被送去关伫咧绿岛新生奋斗处。关押期间，就发生夺走14个少年性命的绿岛再叛乱案。什么人遐尼凶，遐尼残忍，吼？甲遮人啊，掠来关都已经都真凄惨嘛，佫也无代志佫家己拍死吼，这是我原来都是真袂当接受的。
这红拍戏的人，1953年拢伫咧绿岛新生训导处服刑。当年训导处就要求因爱配合一人一事良心救国运动，爱写血诗拥护政府，甚至就爱伫咧身躯写反共抗俄和杀猪拔毛的政治标记，互政府会当用来向外界证明家嘅感化教育有成功。蔡坤林的男友蔡炳宏因为唔愿配合，转断送青春。原来军法官都甲伊判好啊，亦计是，互你过3年的减分嘛，先去到。啊，有的是讲无做吼，那时间讲顶头一句话，就变做全部这死刑，不但无一支枪，也无枪支，也无一支刀都无的是，那是要安怎判乱啦？60当前的遗憾，即马蔡坤林甲想起来，心要真痛。蔡坤林伫咧出国了后，对台湾推展转型正义有期待。伊也伫咧318太阳会学运的时，摕蔡炳宏的相片到现场，和后辈徛斗阵捍卫正义。我当作是感觉着讲，我是即个即摆少年的粉丝啦。啊，阮虽然老啊啦，但是阮会当死去做鬼啊！这歹人就上惊鬼啦。阮一定做鬼也要甲你斗相共安尼吼，即个伫迄个国会甲少年约束的。蔡坤林也伫咧2018年促转会和国家人权博物馆成立的时，当面向蔡总统讲起绿岛再叛乱案的过去，也得到蔡总统亲嘴承诺，定着会甲严格审查本案的人查明详细，或者无辜牺牲者在天之灵会当得到安慰。记者阿敏珍、夏桂林台北报道。今仔受到东北季风影响，北部、东北部、东部的天气会较凉冷哦，其他地区早暗嘛拢会较寒。加上个东北部、大台北山区嘛有可能会变大水雨。北部、东部、东南部地区个恒春半岛会有淡薄仔雨，其他地区哦，澎湖、金门、马祖拢是多云的天气。下半部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的资料。北部地区上低19度，上悬23度。中部地区上低22度，上悬27度。南部地区上低23度，上悬29度。东部地区上低20度，上悬26度。外岛地区上低15度，上悬22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Thank you.